权遗书退老蛮。却说庞统、法正二人劝玄德就席奸杀刘璋，西川唾手可得。玄德曰：吾初入蜀中，恩信未立，此事绝不可行。二人再三说之，玄德只是不从。次日，复与刘璋宴于城中，彼此戏谑中曲，情好甚密，酒至半酣。庞统与法正商议曰：事已至此，由不得主公了。便教魏延登堂舞剑，乘势杀刘璋。延遂拔剑进曰：言今吾以为乐，愿舞剑为戏。庞统便呼众武士入，列于堂下，只待魏延下手。刘璋手下诸将见魏延舞剑沿前，又见阶下武士手按刀把直视堂上。从事张任意撤剑舞曰：舞剑必须有对，某愿与魏将军同舞。二人对舞于沿前。魏延目视刘封，封一拔剑助舞。于是刘珪、冷苞、邓贤各撤剑出曰：我等当群舞，以助以效。玄德大惊，即撤左右所佩之剑，立于席上曰：吾兄弟相逢痛饮，并无一计，又非鸿门会上，何用舞剑？不弃剑者立斩。刘璋亦斥曰：兄弟相聚，何必带刀？并使卫者进去佩剑，众皆纷然下堂。玄德唤诸将士上台，以酒赐之，曰：吾兄弟同宗骨肉，共议大事，并无二心。汝等勿疑。诸将皆拜谢。刘璋执玄德之手而泣曰：吾兄之恩，是不敢忘。二人欢饮至晚而散。玄德归寨，则庞统曰：公等奈何欲献备于不义耶？今后断勿为此。统皆叹而退。却说刘璋归寨，刘珪等曰：主公见今日席上光景乎？不如早回，免生后患。刘璋曰：吾兄刘玄德非比他人。众将曰：虽玄德无此心，他手下人皆欲并西川，以图富贵。张曰：汝等无见吾兄弟之情，遂不听，日与玄德欢叙。忽报张鲁整顿兵马，将犯加盟关。刘璋便请玄德往拒之。玄德慨然领墨，即日引本部兵望加盟关去了。众将劝刘璋令大将紧守各处关隘，以防玄德兵变。张初时不从，后因众人苦劝，乃令白水都督杨怀、高沛二人把守浮水关。刘璋自回成都。玄德到加盟关，严禁军事，广施恩惠，以收民心。早有细作报入东吴。吴侯孙权会文武商议。顾雍进曰：刘备分兵远涉山险而去，未易往还。何不差一军先截川口，断其归路，后尽起东吴之兵，一鼓而下荆襄？此不可失之机会也。权曰：此计大妙。正商议间，忽平后一人大喝而出曰：尽此计者可斩之。欲害吾女之命耶？众惊视之，乃吴国太也。国太怒曰：吾一生唯有一女嫁与刘备，今若动兵，吾女性命如何？因斥孙权曰：汝长父兄之业，坐领81州，尚自不足，乃顾小利而不念骨肉。孙权默默连声，答曰：老母之训，岂敢有违？遂斥退众官。国太恨恨而入。孙权立于轩下，自思此机会一失，荆襄何日可得？正沉吟间，只见张昭入问曰：主公有何忧疑？孙权曰：正思世间之事。张昭曰：此其意也。今差心腹将一人，只带500军，潜入荆州，下一封密书与郡主，只说国太病危，欲见亲女，取郡主星夜回东吴。玄德平生只有一子，就叫带来。那时玄德定拔荆州来换阿斗。如其不然，一任动兵，更有何碍？权曰：此计大妙。吾有一人，姓周名善，最有胆量。自幼穿房入户，多随吾兄。今可插他去。昭曰：切勿泄露。只此便令起行。于是密遣周善，将500人扮为客商，分作5船。更诈修国书，以备盘结。船内暗藏兵器。周善领命，取荆州水路而来。船舶江边，擅自入荆州，并门吏报孙夫人。夫人命周善入，善呈上密书。
夫人见说国泰病危，洒泪动问。周善拜诉曰：国泰好生病重，但系只是思念夫人，倘去的迟，恐不能相见，就叫夫人带阿斗去见一面。夫人曰：皇叔引兵远出，我今欲回，须使人知会军师，方可以行。周善曰：若军师回言道，须报之皇叔，后了回命，方可下船，如之奈何？夫人曰：若不辞而去，恐有阻当。周善曰：大江之中，已准备下船之。至今便请夫人上车出城。夫人听之母病危，如何不慌？便将7岁孩儿阿斗载在车中，随行带30余人，各挎刀剑上马，离荆州城，便来江边上船。府中人欲报时，孙夫人已到沙头镇，下在船中了。周善方欲开船，只听得岸上有人大叫：且休开船，容与夫人饯行。视之，乃赵云也。原来赵云巡哨方回，听得这个消息，吃了一惊，只带4、5骑旋风般沿江赶来。周善手执长戈，大喝曰：汝何人，敢当主母？是令军士一齐开船，各将军器出来，排列在船上。风顺水急，船皆随流而去。赵云沿江赶叫：朕从夫人去。只有一句话败禀。周善不睬，只催船速进。赵云沿江赶到10余里，忽见江滩斜揽一只渔船在那里。赵云弃马执枪，跳上渔船，使2人驾船前来，望着夫人所坐大船追赶。周善叫军士放箭，赵云以枪拨之，箭皆纷纷落水。离大船悬隔丈余，吴兵用枪乱刺。赵云弃枪在小船上，掣所配青钢剑在手，分开枪槊，望吴船勇身一跳，早登大船。吴兵尽皆惊倒。赵云入舱中，见夫人抱阿斗于怀中，喝赵云曰：何故无礼？云插剑声诺曰：主母欲何往？何故不令军师知会？夫人曰：我母亲病在围堵，无暇报之。云曰：主母探病，何故带小主人去？夫人曰：阿斗是无子，留在荆州，无人看去。云曰：主母差以主人一生，只有这点骨血。小将在当阳长坂坡100万军中救出，今日夫人却报将去，是何道理？夫人怒曰：亮如只是帐下一武夫，安敢管我家事？云曰：夫人要去便去，只留下小主人。夫人喝曰：汝半路折入船中，必有反意。云曰：若不留下小主人，纵然万死，亦不敢放夫人去。夫人喝势必向前揪足，被赵云推倒，就怀中夺了阿斗，抱出船头上。欲要报案，又无帮手；欲要行凶，又恐碍于道理，进退不得。夫人喝势必夺阿斗，赵云一手抱定阿斗，一手仗剑，人不敢进。周善在后稍狭助舵，只顾放船下水。风顺水急，望中流而去。赵云孤掌难鸣，只护得阿斗安能移舟傍岸。正在为急，忽见下流头港内一字儿排出10余只船来，船上挥旗擂鼓。赵云自思，今番中了东吴之计。只见当头船上一员大将，手执长矛，高声大叫：嫂嫂留下旨儿！原来张飞巡哨听得这个消息，即来由江家口，正撞着吴船，急忙截住。当下张飞提剑跳上吴船，周善见张飞上船，提刀来迎，被张飞手起一剑砍倒，提头直于孙夫人前。夫人大惊曰：叔叔何故无礼？张飞曰：嫂嫂不以俺哥哥为重，私自归家，这便无礼。夫人曰：吾母病重，甚是危急，若等你哥哥回来，须误了我事。若你不放我回去，我情愿投江而死。张飞与赵云商议，若逼死夫人，非为臣下之道，只护着阿斗过船去罢。乃谓夫人曰：俺哥哥大汉皇叔，也不入没嫂嫂。今日相别，若思哥哥恩义，早早回来。说罢，抱了阿斗，自与赵云回船，放孙夫人5只船去了。
后人有诗赞子龙曰：昔年旧主在当阳，今日飞身向大江。船上无兵皆胆烈，子龙英勇势无双。又有诗赞义的曰：长板桥边怒气腾，一声虎啸退曹兵。今朝江上扶为主，青史印传万载名。二人欢喜回船，行不数里，孔明引大队船只皆来，见阿斗已夺回，大喜。三人并马而归。孔明自身文书往加盟官报之玄德。据说孙夫人回吴，据说张飞与赵云杀了周善，截江夺了阿斗。孙权大怒曰：今吾妹已归，与彼不亲，杀周善之仇，如何不报？其文武商议，起军攻取荆州。正商议调兵，忽报曹操起军40万来报赤壁之仇。孙权大惊，且按下荆州，商议拒敌曹操。人报长史张宏辞疾回家，今已病故，有哀书上呈。权差事之，书中劝孙权迁秣陵，言秣陵山川有帝王之气，可速迁于此，以为万世之业。孙权览书哭，谓众家曰：张子往劝我迁居秣陵陵，吾如何不从？即命迁至建业，筑石头城。吕蒙进曰：曹操兵来，何于如须水口筑物以拒之？诸将皆曰：上岸击贼，叠足入船，何用筑城？蒙曰：兵有利钝，战无必胜。如猝然遇敌，不齐相促，然上不暇及水，何能入船乎？权曰：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怎明之见甚远？便插军数万驻汝居务，小夜并攻，克其告郡。据说曹操在许都威服日甚。常使董昭进曰：自古以来，然臣未有如丞相之功者。虽周公、吕望，莫可乃也。桀风沐雨30余年，扫荡群凶，与百姓除害，使汉室复存，岂可与诸臣宰同列乎？何受魏公之位，加酒席以彰功德。李道纳酒席：一、车马；二、衣服；三、乐献；四、诸户；五、纳币；六、虎贲；七、夫乐；八、公使；九、具唱归赞。是中荀彧曰：不可。丞相本心义兵，匡扶汉室，当秉忠贞之志，守谦退之节。君子爱人，以的不宜如此。曹操闻言，勃然变色。董昭曰：岂可以一人而阻众望？遂上表请尊操为魏公，加酒席。荀彧叹曰：吾不想今日见此事。操闻生恨之，以为不助己也。建安17年冬10月，曹操兴兵下江南，就命荀彧同行。彧已知操有杀己之心，托病止于寿春。忽曹操使人送饮食一盒至，盒上有操亲笔封记。开盒视之，并无一物。彧会其意，遂服毒而亡，年50岁。后人有诗叹曰：文若才华天下闻，可怜失足在泉门。后人慢把留侯笔，临莫无言见汉君。其子荀彧发哀书报曹操，操甚懊悔，命后葬之，是日晋侯。且说曹操大军至濡须，先插曹洪领3万铁甲马军，哨至江边。回报云：遥望沿江一带，旗帆无数，不知兵据何处。操放心不下，自领兵前进，就如须口排开军阵。操领100余人上山坡，遥望战船，各分队伍，依次排列，旗分5色，兵器鲜明。当中大船上青罗伞下坐着孙权，左右文武势力2棒。操以鞭指曰：生子当如孙仲谋，若留仅生儿子屯泉耳。忽一声响动，南船一齐飞奔过来，如须雾内又一军出，冲动曹兵。曹操军马退后便走，只喝不住。忽有千百骑赶到山边，为收马上一人，闭眼自然。众人认得正是孙权。权自引一队马军来击曹操。操大军急回马时，东吴大将韩当、周泰两骑马直冲江上来。操背后许褚纵马舞刀，敌住二江，曹操的托归寨。许褚与二江战30合方回。
操回寨重赏许褚，责骂众将，临敌先退，错无锐气。后若如此，尽皆斩首。是夜3更时分，忽寨外喊声大震。操急上马，见四下驴火起，却被吴兵截入大寨。杀至天明，曹兵退50余里下寨。操心中郁闷，闲看兵书。程昱曰：丞相既知兵法，岂不知兵贵神速乎？丞相起兵，千言9故孙权的已准备。假如需水口为务，难于攻击。吾若且退兵回许都，别作良图。操不允。程昱出，操扶戟而卧，忽闻潮声汹涌，如万马争奔之状。操即视之，见大江中推出一轮红日，光华射目。仰望天上，又有2轮太阳对照。忽见江心那轮红日直飞起来，坠于寨前山中，其声如雷。猛然惊觉，原来在帐中做了一梦。帐前军报到50，曹操叫备马，引50余骑进奔出寨。至梦中所见落日山边，正看之间，忽见一簇人马，当先一人，金盔金甲。操视之，乃孙权也。权见操至，也不慌忙，在山上勒住马，一边指操曰：丞相坐镇中原，富贵已极，何故贪心不足，又来侵我江南？操答曰：汝为臣下，下尊往事，吾奉天子诏，特来讨汝。孙权笑曰：此言岂不羞乎？天下岂不知你挟天子，令诸侯？吾非不尊汉朝，正欲讨汝以正国家耳。操旦午是诸将上山捉孙权。忽一声鼓响，山背后2彪军出，右边韩当、周泰，左边陈武、潘璋。4员将带3000弓弩手乱射，势如雨发。操即引众将回走，背后4将赶来甚急。赶到半路，许褚引众虎卫军敌住，救回曹操。吴兵齐奏凯歌，回如须去了。操还营自私孙权非等闲人物，红日之应，久后必为帝王。于是心中有退兵之意，又恐东吴耻笑，进退未决。两边又相距了月余，战了数场，互相胜负。直至来年正月，春雨连绵，水港皆满，军士多在泥水之中，困苦异常。操心甚忧，当日正在寨中与众谋士商议，或劝操收兵，或云暮今春暖，正好相持，不可退归。操犹豫未决，忽报东吴有使赍书到。操即视之，书略曰：孤与丞相，彼此皆汉朝臣宰。丞相不思报国安民，乃妄动干戈，残虐生灵，岂然人之所为哉？即日春水方生，公当速去。如其不然，复有赤壁之祸矣。公一字私焉。书背后又批2行云：足下不死，孤不得安。曹操看毕，大笑曰：孙仲谋不欺我也。众赏来使，遂下令班师，命庐江太守朱光镇守宛城，自引大军回许昌。孙权亦收军回秣陵。权与众将商议，曹操虽然北去，刘备尚在加盟关魏还，何不引拒曹操之兵，以取荆州？张昭献计曰：且未可动兵，谋有一计，使刘备不能再还荆州。正是孟的雄兵方退北，众谋壮志又图难。不知张昭说出甚计来，且看下文分解。第62回，取服关阳高受首功。